出埃及记第1章第8节到第2章第10节。第1章第8节，后来埃及有毋捌约瑟的新的王起来统治，伊甲伊的人民讲：看咧，以色列民族比咱较济，搁较强，咱着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，才免因人口加添，战争的时联合咱的对敌，甲咱攻击，离开即个地。埃及人就派督工管辖因，强迫因做苦工，压迫因，互因伫比东甲兰塞为埃及王去囤积物资的城。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，互因生活困苦。无论敲黏土、做砖，也是伫野地做工，埃及人拢严苛对待因。埃及王命令希伯来的产婆，一个叫做西弗拉，一个叫做普阿，讲：恁甲希伯来的妇人人接生，因要生的时，恁若看到查甫的，就互伊死；若是查某的，就互伊活。毋过产婆敬畏上帝，无照埃及王的命令去做，因留查甫婴仔的性命。埃及王叫产婆来，甲因讲：恁是安怎留查甫婴仔的性命？产婆对埃及王讲：希伯来妇人人甲埃及妇人人无共款，因较勇，产婆也袂到，因就生啦。上帝好款待即两个产婆，以色列民族人口哪济哪强盛。即两个产婆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互因建立家庭。埃及王命令所有的人民讲：着甲希伯来人生的查甫婴仔等落去尼罗河，简单互因的查某婴仔活着。有一个利未支族的查甫人娶同支族的女子做某，即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后生，看伊真古水，就甲伊创3月日。后来妇人人无法度搁创，就摕一个牧草做的篮仔，用淡仔甲甲白油糊，互伊袂涉水，将婴仔放伫内面，然后将篮仔放伫尼罗河边的芦苇中间。婴仔的大姊徛伫远远的所在，爱要知伊会拄着甚物代志。埃及王的查某囝来到尼罗河边要洗身躯，伊遐的宫女伫河边行来行去。公主看到芦苇中间有一个篮仔，就找宫女去摕迄个篮仔。伊一个拍开，看到一个婴仔，查甫婴仔在哭，伊真毋敢讲，即个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仔。婴仔的阿姊来对埃及王的查某囝讲：我来为你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找一个儿母，甲你摇即个囡仔好无？埃及王的查某囝应讲：好，你去。查某囡仔就去叫婴仔的老母来。埃及王的查某囝甲婴仔的老母讲：你甲即个婴仔抱去摇，我会互你工钱。妇人人就甲即个婴仔抱去，甲伊摇。即个婴仔大汉，妇人人甲伊带去互埃及王的查某囝。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即个婴仔做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摩西，讲：我甲伊对水里抾出来。